香港人都好中意食臭豆腐，但係食完臭豆腐之後，你知唔知第一件事最緊要做啲乜嘢呢？今日我喪篤男就要喪篤臭豆腐，要話俾你知，食完臭豆腐之後，第一件事最緊要做嘅就係除臭。哇，正啊，有甜醬，真係幾臭啊啫！臭啊，好臭啊！咁食完之後，你會做啲咩㗎？攞杯水啷下啦，飲杯水落去咯，係咪？唔夠啦，啫！食完之後最緊要第一樣嘢係除臭啊！唉，哇！唉，啱啊，有位阿哥嚟，你而家聞下我口臭唔臭先？臭唔臭啊？唔臭。真係送俾你，你第時食完臭豆腐咧，慢慢洗。Just do 嚟一講。第時都嚟，多謝晒啊！